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年裏邊，我哋教會邀請咗唔同嘅同工同埋執事，為大家每日讀出不同嘅經文，鼓勵弟兄姊妹可以按着當日嘅經文，喺你另外嘅時間繼續去閱讀同埋默想，讓我哋喺今年2025嘅預苦期，能夠與主同行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今日咧係4月4號，我哋今日所讀嘅經文係記載喺民數記9章15到23節。今日嘅經文係記載當時白天有雲彩去遮蓋帳幕，而夜間帳幕上亦都出現咗形狀如火嘅雲彩，直到早晨。而以色列人就係照住神嘅吩咐，當雲彩從帳幕收上去嘅時候就起行，雲彩停喺帳幕時，佢哋就停喺度駐營。民數記第9章15節，立起帳幕的那日，有雲彩遮蓋帳幕，就是法櫃的帳幕，從晚上到早晨，雲彩在其上，形狀如火。常是這樣，雲彩遮蓋帳幕，夜間形狀如火。雲彩幾時從帳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幾時起行。雲彩在那裏停住，以色列人就在那裏安營。以色列人遵耶和華的吩咐起行，也遵耶和華的吩咐安營。雲彩在帳幕上停住幾時，他們就駐營幾時。雲彩在帳幕上停留許多日子，以色列人就守耶和華所吩咐的不起行。有時雲彩在帳幕上幾天，他們就照耶和華的吩咐駐營，也照耶和華的吩咐起行。有時從晚上到早晨，有這雲彩在帳幕上，早晨雲彩收上去，他們就起行。有時晝夜雲彩停在帳幕上，收上去的時候，他們就起行。雲彩停留在帳幕上，無論是2天，是1月，是1年，以色列人就駐營不起行。但雲彩收上去，他們就起行。他們遵耶和華的吩咐安營，也遵耶和華的吩咐起行。他們守耶和華所吩咐的，都是憑耶和華吩咐摩西的。神透過啲乜嘢喺曠野引導以色列人起行，或者係駐營安營呢？而我哋又用乜嘢嘅方法嚟到分辨神對我哋所作出嘅引導呢？而為咗明白神對我哋嘅引導，我哋又要喺呢一啲嘅事情上邊多加留心呢？弟兄姊妹，願意我哋有一段嘅時間繼續嘅靜默默想神嘅話。鼓勵你繼續用今日嘅經文，喺今日唔同嘅時間去搵空間再繼續默想，我哋繼續與主同行。